美日职棒传奇巨星铃木一朗宣告正式从球场隐退，28年的职棒生涯画下句点。是否会颁发国民荣誉奖给这位杰出的选手？目前因为人才刚宣布退休，日本政府还没有明确决定。回首他过去的辉煌纪录，铃木一朗不只包办过大联盟的新人和 MVP， 也拿下 MLB 3000安纪录，低调谦卑的态度，更是不少后辈的仿效目标。水手队球团特助铃木一朗，9年在日本，19年在美国，我即将在职棒生涯画下句点，所以我决定退休。宣告挥别体坛，正式退休。铃木一朗丢下震撼弹，语气略带哽咽，藏不住对职棒的热情。水手队球团特助铃木一朗，我很开心，在我最后一天还能穿着这件制服。1991年加入日本职棒，3年后就站稳地位，连续7年拿下日本打击王，累积了1278支安打后，转战美国职棒大联盟。之后10次参加 MLB 明星赛，2001年拿下美联 MVP 跟年度最佳新人，同时也是 MLB 3000安的纪录人。球星大谷翔平，虽然无法再看他打球，但他一直是我很崇拜的选手。他是我努力的目标球星田中将大，这个时刻终于来了，即使是对方球队也给他很多掌声，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。挥手道别，脱帽致谢，铃木一朗一路走来始终如一，被封为安打王的他，其实最一开始可是投手，不止在广告大展身手，不间断的闭门训练更是家常便饭。水手队球团特助铃木一朗绕远路这件事其实非常重要，别人看来多余的事，从结果来看并非多余，我超喜欢这样的想法。不怕辛苦耕耘，好实力稳扎稳打，低调谦卑又带点龟毛习惯，一丝不羁的态度，成就了铃木一朗的地位，写下精彩棒球传奇。